市原徐家新早起针对农业部进口机能的争议，去台北地检署告这个农业部，嘛针对农业部公布的合约提出质疑。农业部的政务处长有亲身说明，今日徐家新今日提出告诉有发生小插曲，台湾基进党发言人到现场去呛声讲伊制造谣言。镜子送给你，你看一下造谣。你要不要也看一下你自己本人？我觉得你应该转过去看一下你自己长得。一在北检头前，就有人伫咧烧量，南洋家囝规网规统，七零控告农业部长陈吉仲，涉嫌为着利益伫咧贪腐。台湾基进发言人杨培华煞伫咧这个时阵，甲囝查来。过去看一下你自己长得。陈吉仲昨大动作举办记者会，公布当初时采购合约，嘛讲会甲徐家新告。我也会对徐小新提告。他直接讲政府谋财害命啊！对我提起的告诉，甚至没有刑事的诽谤罪，也就是说，陈吉仲我真的是笑他不敢哎。会了专开来问陈吉仲，嘛现合约的基点，爱农业部讲详细。为什么2月24号歇业，过了一个228连假，好4天醒过来，突然觉得我不能休息下去，检调可以进去查看，包括超市有没有带电这笔钱。我们有没有补助这9家业者？当然没有，4.78亿就是他先垫的。所有的税、所有的运费，甚至仓储所有费用，都是畜产会付的。这里面已经不是补助跟补贴了，买主就叫做畜产会。他所有的货款都是他自己先垫付的，表示说超市的执行面它是优于合约的规范。讲买的人就是跳商会，南洋一直咧给农业部，民进党立委嘛对政绩来做出回应。国民党不要再扯蛋了，因为蛋价、蛋量怎么取得供应，农业部已经讲得清清楚楚。农业部大动作举办记者会一清，公布合约是正侪基点，南洋家囝和农委会小告，真相就交予检调厘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